感谢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听，搁互咱一摆三甲主集，特别伫咱的周报中间有业一个台南神学院因的月刊，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真特别的一个服饰，也就是讲咱每一个月拢有一个礼拜，三甲关心参与伫一个特定的时间，有神学院，也是有社会服务，也是有文理事工。也是讲，亲像有原住民的宣教，等等这特款。今仔日是3月，咱最近关心伫台南神学院的事工，伫咱的周报内面有包括有奉献地啊，以及台南神学院群况的一个分享。咱毋望大家当囥伫咱的大道中间。伫今仔日特别甲大家最近也来分享着一位咱的兄弟。伊伫4天前安息，就是3月13，这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位长辈。咱看伊1916到2014，所以是98岁。这个王金河医师，人称作台湾乌骹边之父，会称伊做之父，意思就是伊的囝足侪吼。会叫伊老爸啊，敢问伊囝真侪，咱知伊的囝无遐尼侪啦。但是会称伊做，敢若亲像老爸，迄有够侪。咱如果若有机会去放门书，咱会当看到即个纪念馆，就是前王金河医师伊的纪念馆。伊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中营中学毕业，毕业了后去日本读东京帝国大学的医学院毕业了，做医生，伊倒转来。踮伫台南市开业，也毋过因为伊转来，伊实在是真有疼心，所以各方推选嫁做北门乡的乡长，捌做过乡长，捌做过县议员。毋过一段时间，伊发现伊的呼调、伊的温事是在地的要医治这患者。1950年代，伫咱台湾，咱讲台17线。外海按嘉义布袋一直到台南北门书家，真奇怪，有一寡人乃骹末端开始乌。咱知影尾发现迄个原因就是深水井，真深的古井的水内面有含一种叫做叫石头瓶，深浅的深情的深哈。所以咱看到1958、1960的时阵，迄阵58年前，迄阵包括挂彩机会。孙依莲、牧师牛因包括迄个时阵踮伫南投的贾伟医生，因拢安尼，逐礼拜走去迄个所在。王金河医师讲，我家己的故乡哪会人遐尼早、遐尼远走？所以讲，互我用2年，我倒转去故乡最近来注意来治疗即个病症。无想到讲迄个2年了后变30年，伊一世人踮伫家己的所在。所以迄个所在，伊开的诊所叫做。灵敏的门，灵敏的门，为什么叫灵敏的门？这款乌骹边吼，伊尾仔迄骹会边路尾仔拢都爱截肢，迄日本式的主体吼，因的厝真看客厅，也是讲因迄款要接待人客的所在，拢是榻榻米。每一块榻榻米是3尺6尺。王金河医师的囡仔安尼讲，每一天因学校若下课转来。榻榻米顶头就是一个，吼，不管你榻榻米安怎桥，就是一个拄因老爸佫规定袂用伤钱，伊稳当至少就爱迄个空间来互伊。乌骹边迄个骹会烂，真臭，会流人，甚至有虫，所以王金河医师拢一个，甲因款待。遮个囡仔学校若转来，毋是先食饭。伊的查某囝今年已经70通去啊！吼，伫迄个纪念馆咧做导览。因下课倒转来第一项代志，稳当至少爱服务一个人。老爸讲：即个你的，即个你的。去就是爱替因洗骹、拭骹、甲上喙，佮甲处理好势。因为患者伫厝的人太侪，有当时伊互因大毋安尼大通水，捌带较80几个人吼。医生管伊所有榻榻米拢人。1962年，毋若干那即个诊所，因佫发现，当伊的骹甲举起来了后，伊要安怎做工课，要食甚物头路？因佫含
孙立莲牧师娘最近也开设记忆所，就是迄个功夫啦。当我脚袂行的时阵，要学什么款的功夫，安尼伊家己才有法度会当后摆生活，毋免拢靠别人。所以1925开始，这个记忆所佮帮助真侪人。到即马，黄金河医师的囡仔因若转去放牧师，逐个人拢还佫非常的少年，伊真正是称作乌骹边之父。迄个时代，1960年代，看病20块，阳春面1块，也毋过真侪人连迄20块、20碗阳春面的钱都摕袂出来。所以伫个黄金河医师迄个内面出入遮的患者，因讲吼，若阮欠的拢姓黄医师吼，伊会当甲规个乡拢买起来安尼吼。黄金河医师伊毋若干那，黄长老伊毋若干那用伊家己的专业。当台南中会要踮迄个所在开设教会的时阵，就对因兜开始讲，就用阮兜吼，礼拜就踮遐做礼拜。伊伫个4工前13安息，这当然伫伊服侍一生中间留真水的脚掠。不过同样紧的，就是伫迄个所在，虽然出出入入遐尼侪患者，绝大多数拢毋是基督徒，但是因踮伫个黄金河医师的厝诶，有人住几工啊，有人住几落个月哦。应该讲有人住几落个月，迄毋是干那看患者，迄阵也无健保吼，毋若干那讲病得到医治，啊，然后佫做义肢吼。迄个时阵佫想办法互因做义肢，啊，然后佫教因工课。因讲实在是真侪人吼，毋若欠黄金河医师偌济，但是伊定定讲吼，天父上帝家己养饲啦。阮的上帝，咱的上帝哈，虽然讲恁也无熟悉，但是咱的天父上帝家己养饲。天父上帝家己养饲，无论咱今仔日所徛起的是亲像黄金河医师，互人讲叫做乌骹边之父，安尼伫20多年中间，对伊的手头中间经过遮患者，安尼几百个、上千个安尼，大家拢遐尔尊敬伊，但是同样紧的，伊要互因看到是讲，地面上即个家庭吼。袂因为你下骹受伤，因为你有软弱、有破相，厝内甲你赶出去无要紧，遮甲你接纳。但是毋是我咧甲你接纳啦，是天父上帝即个家，天父上帝即个大家庭伫甲你接纳。所以咱今仔日要做阵来看，那安尼，咱咧讲的即个家庭到底是甚物？家庭是甚物？有当时家庭真细腻哦。有当家庭到一个时代，伊会互人偶像化，互人误用去。咱看政治人物，伊若想要选调，伊爱有一个真水的 slogan， 感动人吼，互人要投票选互伊。咱会记得2年前奥巴马第一摆，伊要竞选的口号叫做 change， 拄啊，咱小朋友的诗歌梦想要讲。因的面望是安怎？是通过宣扬主的福音来改变世界，毋是讲通过我政治的power来改变世界。无，咱的小朋友比奥巴马更加了解吼，是通过基督的福音来改变世界。但是吼，即款的口号吼，咱拢知影，其实伊拢变做是一款撩到人的心，但是要拢变做偶像化去啊。20年前有一个候选人叫做布希。这个是老布希啊，小布希，这个小布希哈，伊提的口号是什么？伊提的口号是重建家庭的价值。这个听起来足好诶，对不？尤其是伫1994年代，你想看卖20多年前，美国的社会家庭是甚物款？所以伊提出来这款的口号吼，其实伊真要紧的背后。咱会当看真要紧，就是要互遐所谓的保守派，还是中产阶级的吼，因为共和共本来就是这款的背景，要互因吼各一摆集中来看即个总统的候选人，会当重建咱的家庭价值。因讲的家庭是甚物？因讲的家庭毋是阿嬷咧带孙呢，毋是阿哥咧带弟仔呢，毋是呢，因为已经家庭有足侪即款多元化。伊讲的家庭就是核心家庭。一个爸爸，一个妈妈，2个孩子，2个孩子最好还一男一女。
甲家庭煞变做是个甲家庭煞变做是一个绝对的偶像体安尼共款。毋过会当吸引票啊，伊选调。上帝安怎看家庭？上帝心意是安怎？家庭其实对上帝来讲，伊是要爱咱生团做做，然后变满即个所在。你国较安怎生团做做，要变满即个所在，其实同样紧要互上帝形象，通过人来治理即个世界。那安尼，上帝咧讲到即款创造吼，伊创造的心意，望生团做做吼，伊要祝福伫即个家庭。即个家庭嘛是伊所看社会同基本的一个结果。但是问题，咱今仔日来看家庭的时阵，咱会发现伊无共款的提醒。人们讲，牧师，恁兜几个人？阮兜4个人。我讲的即个，阮兜4个人，即个兜咧讲的是咧讲到迄个 family 家庭啊，阮兜4个人。毋过，敢有影4个大只无咧？那讲阮2个囡仔都读册啊，无住伫遮咧吼。你若今仔日讲吼阮兜真快，少年团契来阮兜无问题。你咧讲即个阮兜真快，是咧讲啥？是咧讲迄个 house， 讲迄间厝啦，有够啦。少年团契20-30个来吼，嘛无问题，在因去困，在因踮遐吞吼，拢无问题。但是当咱若咧讲朋友来咱兜食饭了要转去的时阵，讲哇真新鲜，恁兜足温暖的。伊咧讲的是啥？伊咧讲是迄个home，真正迄个家啊吼。咱咧讲迄个home，会记得无？30年前，迄个 ET 会晓讲的，敢若一字来尔，会讲啥？遮侪长辈毋捌看电影吼，真是咧，迄一个吼生了足奇怪，敢若妖怪迄个，伊会晓讲的，敢若迄字叫做 home。伊想要转去因兜啊，因为伊是外星人，伊毋是咧地球。虽然讲迄朋友足疼伊的吼，但是伊会晓讲的，就敢若迄字 home。是啊，什么叫 home？ 就是朋友来咱兜嘛，感受讲哇，真温暖。迄个 home 内面有 family， 有即款厝内人。所以今仔日若上班下班了，朋友佫招你要啉2杯啊，讲无要紧啊，即摆才8点来尔，哪有查甫人甲啥转去？你讲袂啊，我足忝的，要紧转来困一下。其实你真正转去嘛，无一定来困的，甲你的囡仔人的精神就拢来啊，对吧？所以迄个所在有 family 的温暖伫遐，有风会听伫迄个所在，嘛有一个空间，互你会当真轻松、真自由。咱咧讲到家庭到底是啥物？这元素拢伫迄个中间。那安尼，咱对圣经来看，上帝安怎看家庭？耶稣基督安怎看家庭？上帝通过耶稣基督，伊真爱帮助家庭。约翰福音第2章咧讲到迦纳迄个所在，有一个班岛婚姻的宴席，结果婚姻的宴席食到一半的时阵，讲葡萄酒无够啊，葡萄酒煞无，饮料煞无够。这个故事咧提醒咱，当玛利亚、老母玛利亚、甲耶稣、甲学生拢参加迄个宴席的时阵，玛利亚赶紧找耶稣讲，因酒无安尼要安怎？虽然主耶稣有甲回答讲，我的时也无够，毋过咱知影迄个故事中间真清楚，咱看到主耶稣伫关心一个家庭，伫疼惜一个家庭。当迄家庭有需要的时阵，耶稣欢喜出手帮助。你敢为着家庭的需要，主耶稣祈祷过无？你有看到咱家己的家庭需要什么？伫咱即个家庭，你毋通想讲哇，若要求耶稣帮助吼，当然是我做袂来的才求耶稣帮助嘛，对无？无影，连你做会来的拢都爱摆列伫耶稣的面前啊，做袂来拢摆列伫耶稣的面前，求主来帮助。耶稣欢喜帮助家庭啦。另外，主耶稣甲伊的学生教讲即句的祈祷话，讲恁祈祷即个祈祷的事，讲恁祈祷的时阵爱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即个咱拢会晓。那称伊做天里的爸，那安尼咱甲伊的关系就无共款咯，表示咱甲上帝是一家人的款式啦。咱看所有宗教中间即个同特别，你找无其他的一个宗教讲竟然甲上帝、甲敬拜的对象称作阿爸爸，无呢？所以咱就要用台湾人对阿爸迄款的尊敬，
惊吓，佫塞奶，佫念斗阵，迄款的关系你来看。一方面，囡仔对老爸吼，嘿，看落安尼，真啊足尊敬的吼，足厉害。但是另外一方面，真侪塞奶，你不得不就爱用伊吐啊。这是咱生命中间有的人，真侪人所经验到，咱的上帝是即款，所以咱袂讲哦，咱知影坐伫宝座顶的这个上帝是君王啊，坐伫宝座顶的上帝有一日要审判咱每一个人啊。但是咱袂轻易讲亲爱的亲爱的法官吼，咱会讲亲爱的天父上帝，袂啊，咱袂讲亲爱的君王，袂是亲爱的天父上帝。所以这互咱看到耶稣甲咱提醒，当咱咧讲到家庭的时阵，爱会记得上帝伫咱的中间。那呢，咱最近学习的家庭的功课，伫咱的环境中间，今仔日的家庭结构真无共，有一个人，有两个人，有三个、五个。但是伫家庭，咱会看到学习的第一项真大的挑战，咱必须要承认父母有无共款的偏爱。我嘛甲我的囡仔提醒，即个阿爸吼有限软弱，绝对会偏心的，绝对会偏心。所以阮囡仔吼，阮大日安尼真细汉就知影讲阿爸会偏心。啊，毋过迄款偏心是安怎？咱拢嘛努力，要有当时偏即个，有当时偏迄个吼。咱看着较软弱迄个，咱就会偏咱迄个去。咱若看着有较无共款、较大需要的，咱真自然会偏咱遐去呢。所以我讲吼，你同样见两个兄弟，家己爱互相扶持吼，因为阿爸会偏心嘛。不过迄个偏心，有当时咱爱家己来做反省检讨，毋通互迄个偏心造成囡仔中间真大的冲突甲矛盾。圣经中间上大的一个偏心，就是伫个创世纪25章咱所看到迄个故事。咱最近来读预备来，以撒疼以扫，因为常常食伊的野味；利百加疼雅各。即个老爸叫以撒，老母叫利百加，翁仔某。即个大汉囝叫以扫，细汉囝叫雅各。所以短一句话，甲一家四口都加进来了。即个大后生真够拍拉倒转来真够处理了，老爸哇，食了足欢喜。无论是烧烤还是炖中药，无迄阵也无中药，不过因应该有一寡，无论是甚物款做法，吼，老爸食了真欢喜，所以疼大囝。但是啊，即个雅各较袂踮咧外口拍走。常常踮伫因的天道中间，啊，踮咧妈妈身躯边啊，缀东缀西，真打着妈妈的心。妈妈疼雅各，咱知影爸爸妈妈即款的偏爱，造成兄弟，造成即个家庭20多年无法度相见面。吼，到尾啊要见面的时阵，即个小弟雅各佫惊甲安尼，都爱甲伊所有财产、所有队伍分担。啊，到上尾伊才徛喺上后壁，意思讲头前若大兄还佫无爱原谅我吼，头前遐拢互食去无要紧，我佫会当走路。父母的偏爱有影对伫一个家庭的影响实在真大，咱必须要承认人的有限甲软弱，安尼咱才有可能来面对。管教的方法，这是一个真大的挑战。特别咱做父母的，咱真期待把囡仔教好。吼，阮当时安尼，毋若甲他教好，讲望囡仔安怎呢？有出头，啊，即个出头，若毋是我期待的，我家己嘛安尼出头，望囡仔嘛安尼出头，啊，若无就是我做袂到的，望囡仔安尼出头。我做医生，啊，我嘛望囡仔，啊，后摆你若做医生真方便嘛，这诊所就互你接。我毋是医生，我做行政医生，啊，我著想办法，互我的囡仔栽培做医生。吼，有当时咱心内有一个迄款足大的期待时。迄个管教的方法，就会走出来一个挑战。即句话，《撒母耳上卷》第2章咧讲到一个先知，真伟大的先知，踮咧以色列中间，伊是伫咧撒母耳前啊，即个叫以利，叫以利，华龙街口迄个以利。不过，迄个以利甲即个无共，迄是以马内利的、以马内利的简写哈。即个以利是一个祭司，伫咧以色列的中间做祭司40年。伊有2个后生，伊真期待栽培即2个后生嘛做祭司来服侍百姓，
服侍上帝，这是传教者家庭同大的挑战。做一个牧师啊，传大囡仔吼，你要安怎教育，迄是足大的挑战哦。因为大家目睭紧紧来看，啊，做传教者、做牧师会期待囡仔嘛做牧师吗？拄好极端，好极端。啊，这个以利足期待因两个囡仔后摆嘛做先知，从细汉就甲伊栽培，偏偏这两个囡仔无亲像老爸以利遐尼敬虔、遐尼恭敬，无踮咧外口为非作歹，伫咧献祭的服侍顶头有偏心、有私心，甚至有贪心，真无好。这两个囡仔，以利咧教这两个囡仔时候，无注意到这个功课，管教的方法顶头出问题。所以这个挑战真大。第到尾啊，咱若看到撒母耳上卷第4章11、19、18节迄段记载，爸囝三个共一天死，因为这两个囡仔无受教，上帝共一日处因的性命。以利听到这个消息，跋落去头壳哭着，嘛迄天死去。管教的方法无适当，这引起真大的一个挑战。那安尼，当咱咧讲到咱今仔日家庭的功课的时阵，咱看到创世纪这个故事第4章，这两个兄弟啊，该恩甲阿伯，这两个嘛是兄弟，因两个咧做是一个种田，一个伫咧饲精生。该恩啊甲阿伯两个人，啊当因有修行的时阵，因拢摕来献祭，献予上帝。唔知影是甚物原因，上帝欢喜阿伯所献的，无欢喜该恩所献的。同款奉献啊，为什么你偏心？唔是上帝偏心。咱若看创世纪第4章第7节，就是这段圣经的前的时阵，上帝讲一句话，伊讲，你若行好，你减袂得到接纳吗？你若照心，你的心若行好的时阵，你同款会得到接纳吧？原来上帝看献祭是看人的心嘛，毋是看你外在所献的物件。通过你的心，你来献祭，上帝对心来看，然后看你的祭面。该阮足无欢喜的，甲阿伯甲伊小弟讲了，踮咧田的中间无人看见伊，就甲伊的小弟杀死。这是咱看到家庭真大的一个挑战。那安尼，咱咧讲到家庭，咱就想到一个修女修女，特蕾莎修女已经安休安休10几年啊。但是伊捌讲过一句话，咱知伊一世人拢咧服侍送乡人、贫穷的人呐。伊讲今仔日的世界人颠倒是非，足侪家庭、足侪所在，伊看着足痛苦你看伊安尼一世人，对40岁开始，伊本来是学校的老师穿水水的修女的衫，踮伫咧围墙内面教遐小朋友读册。但是伊一直看到遐送养人、善车人的需要，所以感动一世人服侍因，一直到80几岁。伫迄个服侍过程，伊差不多身躯一项物件都无，敢若迄束衫，拢是服侍迄即要死去的人善车送乡甲即要死的人。但是伊讲，即款的善车、即款的送乡，毋是真正的送乡啦。无疼、缺少爱，才是真正的贫穷。一个家庭内面若无疼的时阵，才是一个同善车的家庭所以伊讲，咱其实爱摕时间，互咱的囡仔，互咱这个家庭做阵来经营。疼都爱对家庭开始，疼爱互伊带伫咱的厝内，带伫咱的家庭内面。这是咱讲到即款的一个疼。所以讲，同严重的欠客，同严重的送乡，是无感觉互需要，是无得到疼，无互人关心。所以伊讲，咱就要对这个所在开始。当咱常常咧讲要疼人的时阵，伊讲对迄个关心的行动开始，对关心的行动开始，迄就会建立一个真正完全无共款的团体甲关系。那安尼，这个家庭的功课，咱刷落去就要看到讲家庭这段。咱今仔日若会当建立这个家庭这段，咱会当发现圣经侪家庭拢互咱做一个学习。圣经内面有足侪家庭，足侪无共款的家庭这个家庭虽然安尼看，
无一个是咱所谓核心家庭，无一个是咱所看到布希小布希所提出来迄个口号重建家庭的价值，迄毋是迄款的呢。伊所甲咱讲的家庭，真要紧是爱有信仰的家庭，对上帝的信心甲挖苦，对上帝的信心甲挖苦。所以咱敢毋是定定拢足爱读即句话吗？来，做阵预备，来，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咱毋若欣先啊，咱搁背起来。论到我甲我的家，对无？咱差不多拢背起来。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迄是踮咧约书亚一生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已经南征北讨，迦南地以色列人遍满逐所在。伊知影因中间还佫有人，毋是对埃及，是对古早大河，就是两河流域，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乡迄个所在所带来家庭祭坛顶头迄细细的偶像神龛顶头遐物件，伊知影佫有一款情。伊讲。不管你安怎做选择，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这个，互咱看到家庭里面最要紧的一个功课。有当时会听到咱会讲信仰这项代志尊重囡仔啦，尊重囡仔。对，为着要尊重囡仔、疼惜囡仔，你绝对爱互伊明白上帝。你若尊重这信仰，为什么？任何一个囡仔，任何一个生命，拢是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你必须要互伊内面迄个上帝形象去明白到伊生命的源头嘛。所以你若要尊重伊，你真正爱互伊明白上帝无个讲我尊重囡仔，咱信仰的代志，互伊家己来这可能有较严格啦。毋过，咱看到一个生命中间迄个上帝形象，伊需要去找到生命的源头嘛。所以这是咱来讲，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咱看到第二个故事，这个另外一款的家庭，绝对不是核心家庭。一个做寡妇的老母，甲做寡妇的新妇这个故事路得咱真熟，咱最近来读一遍来。因为你去遐，我也要去遐。你的百姓要做我的百姓，你的上帝也要做我的上帝。我们的心讲，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罗德的确伫伊的大家的身躯顶，看到一个真特别生命的价值。伊是一个寡妇，带两个后生，搁这两个新妇。即摆搁面对两个新妇拢寡妇，伊竟然也搁有迄款的信心，互即个罗德虽然大家真正大的心胸讲放你自由，互你倒转去你紧过去找一个好的翁婿来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你毋通缀我。但是咱看到罗德，这个实在是一个信仰的告白，这是另外一款的家庭。咱看到有信仰伫迄中间，迄个祭坛已经得到起造，祭坛已经得到起造，所以咱看到其实对着罗德，因为看到伊的大家的时阵，干那迄句话台语讲叫做放袂离放袂离讲毋甘啦。尤其是看到大家安尼，伊毋甘放袂离，因为安尼上帝恩典大大来改变罗德甲拿俄米的一生，甲因的后代当然来讲，大卫是以色列第二任的国王伊的祖先族谱中间，罗德的名走出来。大卫王是罗德的子孙。如果伊若听伊大家的建议，倒转去伊家己的故乡，就是无缀拿俄米转来伯利恒那安尼伊还阁是一个外邦的查某囡仔。但是无想到讲，因为这个信仰的关系、祭坛的关系，互伊煞变做大卫的阿祖查某祖。家庭祭坛就是咧讲着咱对上帝的信心甲倚靠，所以咱就看到实在是教会中间即款的见证足多，拢是通过妈妈、通过阿嬷，通过妈妈、通过阿嬷，迄款的祈祷、迄款的温群，有当时尊重咱的囡仔，咱继续替伊祈祷，继续替伊祈祷。所以咱知影提摩
题目台是保罗真好的同工，一个年轻的传教者，伊的老母、伊的外妈应该拢是犹太人，但是真早，若对外妈开始真早，就得到这个福音。那照咱即马所看的记录，伊的老爸甚至伊的外祖，就是外妈的先生，伊的外公，应该拢是希腊人，是所谓的外邦人，就是异教徒，毋是敬拜上帝，嘛毋是基督徒。也毋过，因为通过外妈罗伊甲老母，咱最近看到这段因迄款真实的信，保罗讲，这款的信。这个祭坛嘛，同款伫你的中间。所以，若安尼，咱从尾来看讲，咱今仔家庭的实践最近有几项，最近会当来看。这是伫个以弗所书第6章，咱常常看到这段圣经，得甲咱提醒。因讲做囝儿的，就爱伫主的内面听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爱孝敬你的父母，互你得到福气，这踮伫世间会当长寿修。第一条有带应允的诫命，这是第一条有带应允的诫命。你若看前半段你会感觉讲，我著捌碰过青年甲我讲讲起来伊嘛真友好，伊甲我讲，许哥，什么叫做在主里？如果阮爸爸妈妈如果没有在主里，那我就青年人要安怎分别什么叫做伫主的内面？我甲讲，你看下骹迄句。看刷落迄句，就是句点以后红色，孝敬你的父母，互你得到福气，伫即个世间长寿修，这是第一条挂应允的诫命。即个无甲你讲父母安怎你就是爱孝敬。孝敬就是咧讲尊重、尊敬 honor， 爱尊敬你的父母，无论父母坦白讲，无论父母对啊毋对，你应当爱孝敬。有一段时间，大入安入。伊家己嘛有意识到讲爸母，我感觉阮敢若在进入叛逆期安尼为什么你讲的话，我就想要甲你反驳安尼阮囝有一段时间几年前讲，阮也感觉阮敢若要进入迄个所谓青少年的叛逆期我讲你讲什么话阮就想要甲你辩驳安尼特别要甲妈妈讲，我有一摆几落摆都甲这两个 men's talk 我讲兄弟啊。无论爸爸妈妈讲什么，你应当爱尊敬。就算讲你心内有足多无甘愿要囥在上帝面前，你嘛着爱学习保罗这个所在提醒。我毋是要用这上帝话甲恁毋是。我甲我大家安尼讲，我毋是。但是你爱知影上帝应允的，伊的确家己要成。孝敬你的父母，无论爸爸妈妈。伫你所看的敢是对，因为真要紧的一项代志，是你在判断爸爸妈妈对毋对的时阵，其实咱迄个时阵家己嘛真恶地讲咱是对的啦。咱的成长过程会愈来愈体会这项，对无？你有当下想，我迄阵20岁时阵，哪会甲妈妈应迄句话？即摆想想，迄阵是我毋对呢，毋是妈妈毋对呢。咱愈有年纪会愈体会这项。所以，当爸爸妈妈你有当下感觉伊做毋对的时阵你先毋通开嘴，因为什么人对，什么人毋对还不知道。生命成长的过程，要甲咱讲，尊敬父母、孝敬父母 ，honor 将这个尊敬互父母是要紧的，这是保罗对咱的一个提醒。然后呢，做囝儿的来，做老爸，咱做阵来读一遍来，做老爸的。恁毋通激囝儿的生气，独独就用主的境界甲教训来培养因。即摆的父母、爸妈团契的父母，拢足听囡仔足好。伊讲牧师你毋知，我们都是孝子呢，我哪有可能激囝儿的生气？什么叫孝子？友好囝儿啦，拢嘛是阮的友好囝儿，阮哪有咧激囡仔的生气其实咱倒转来想，迄个过程中间，伊真要紧的要提醒咱的，就是有影在栽培囡仔的过程，免不了做父母的会生气。而且翻头其实咱也注意想，咱敢毋捌咧激囡仔的生气这个是一个功课。
后壁单即句话提醒咱教主的教示甲境界来培养来养饲因啦。所以伫遮互咱搁一摆咧看到，无论咱的家庭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任何的一个形态。我已经讲过20-30年前，我碰到都真侪是阿哥咧带，就是这老母是其实伊弟弟的囡仔，伊家己带弟弟要来。有真侪咱的社会有真侪无共款形态家庭，无论倒一个型家庭，咱会记得天父上帝甲咱三甲斗阵，咱是一家人，亲像安尼咧讲的。希伯来人书第3章第6节，咱做阵来读，预备来，独基督做囝。伫你伊的家，咱若接受对五万所有的好胆甲夸口，坚固到尾，就做伊的家。这个家毋是迄个 house， 不是砖头，这个家就是咱咧讲的 family， 这个家咧讲咱讲的 home。基督做囝哦，做上帝囝。伫你这个上帝家啊，咱讲基督是咱的大兄吼，希伯来人书有即款的概念。基督敢若亲像咱属灵的大兄，属灵的大兄啊，咱每一个拢结连伫伊，甲三甲斗阵。所以伊伫即个所在华语是安尼讲盼望胆量，即个所在讲的同款，就是5万所谓好胆夸口安尼咱坚持伫即个到落尾，咱会发现，毋是上帝点伫咱中间安尼，咱甚至是点伫上帝即个家的内面啦。也就是讲安怎？天父上帝伊家己本身邀请咱来进入伊的家，这是永远活5万的一个家，永远活5万永生的一个 family。基督耶稣伊亲自做一个大兄啦，大兄亲像爸共款，伫治理这个家。咱是这个天家的一份子，我们是天家的一份子。踮伫个。咱的四周有真侪即款故事，得甲咱提醒，咱即马徛起的所在到底是叫做 house， 还是一个 family， 还是一个 home？ 咱即个属灵教会，咱嘛期待是真正是一个大家庭，属灵的大家庭。毋过即大家庭已经有够大。咱做礼拜时阵2场，啊，搁若连主日合的300外，306、308。毋过，若甲名单摕出来，大人囡仔写400-500人，即个家庭实在真大。对20年前开始，咱即个大家庭，迄阵林志远牧师啦、焦坤牧师，毋免听讲搁较早林正坤牧师迄阵都甲咱即个家庭属灵的大家庭，咱想讲来甲分区。所以中正路以南我教会遮，咱定定讲，这叫做啥物区？中正路以北对面遐菜市遐，佫有一区，所以。咱5万即个区的概念会当渐渐来建立。中正路以南到文林路以西还是讲到迄个基河路遮，这第一区第二区就，所以你有人住遮无？第一区的我拄仔讲这第一区，你先看家己咧倒一搭，对有家长路啦。敢有人你知影？你即摆我讲，你知影我讲第一区是倒位？你知无？第二区咧，中正路以北。中正路以北，共款文林路以西，一直过去，到写下去，这拢第二区来。你安尼我讲，你想你是第二区的请举手，感谢即句话，我看足多就第二区可能我讲无清楚第三区就是文林路以东，文林路以东，咱过去点咧讲这什么福林啊，啥文林路以东，双溪双溪以南当然，这一直去到台神倒位第3区，若我讲你是第3区的举手，多谢若第4区就双溪以北咱知影双溪嘛双溪以北然后有一条叫黄溪，甲切开。这个正平，咱叫做第4区。古早咱讲什么天母啦，啥等等遮，咱有第4区的请举手。多谢，来知。这个双溪以北、黄溪以西去啦，石牌啦，北投、干豆到淡水去，这就变第5区咯。来第5区的举手，多谢第6区咧，就拄仔咧讲这区域以外的台北市，无论我住伫光复南路，我住伫迄个内湖啥等等，第6区的举手。多谢
第7区是倒位？台北县啦。来，第7区的举手。有好，多谢来吼。咱即个属灵的大家庭吼，咱后礼拜要甲即个线，咱搁提一下。为什么需要安尼？因为咱即个属灵大家庭，我讲起来，你干那名单写400-500个啊，囡仔拢加落去500外个，咱必须要通过即款的分区。咱长老教会古早有足好个叫做家庭礼拜，即摆咱较无法度家庭礼拜，为啥？客厅就堆无20个，一来40-50个要安怎？吼！即摆客厅甲古早客厅佫无共款。以前若家庭礼拜啊，客厅袂当啊，落坐埕头前顶啊骹嘛用去坐，即摆袂用啊吼，无方便。咱也有通用安尼分区来做即款上帝家的落实的时阵，咱会当发现，咱属灵教会要有另外一款的功课，属灵的家，大家最近来学习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咱才有真侪新来的兄弟姊妹加入伫咱的中间，对无？但是一来，为什么佫离开啊？可能即个家，咱咧讲，意义无显明出来，还是讲伊还无感受到。但安尼，咱都爱佫加倍来同齐相甲学习。人甲人相甲斗阵，咱所讲到，父母的偏心会走出来，会袂？会啊！我已经讲过，对2个囝我会偏心，我已经努力做属灵教会的牧师，我毋通偏心，求上帝毋通互我有即款的软弱甲有限，但是咱必须要承认，无论是牧师、长老、执事、关怀啥，咱有当时啊，毋是偏心，是有限，所以有当时会忽略，甚至需要人提醒，需要更较侪兄弟姊妹最近来参加、来关心、来参与，好，互即个家的关怀的听，毋通父母的偏心啊，煞造成你的伤害，还是讲你的不满。互咱会当拢做阵领受基督做大兄的即个家庭。过来，父母的管教，咱毋望拢对上帝话做基础。亲像哥林多前书保罗的提醒，要互咱通过上帝话得到造就，得到劝勉，得到安慰。互咱的性命真正会当徛起来。第三，那安尼时阵，咱兄弟姊妹都不会产生兄弟阋墙的事情。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内面，咱会当真正有这个祭坛来帮助咱。恳求上帝，互咱会当好大定军认同伫咱属灵教会，然后渐渐愈来愈清楚。我是属伫倒一区的，过来，咱要互咱知伫咱的这区中间，咱的长老。关心的长老，咱即区有啥物款的执事会当甲咱斗相共？关怀组的要安怎来协助咱？互咱会当伫即个属灵的家内面，大家互相相听，咱同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阮感谢你，因为阮知伫即个地面上的家庭无完全，伫地面上即个家有伊的有限甲软弱。但是，阮感谢天父上帝，因为你无限的听奇妙的神力，常常行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经验享受主你所互阮伫你属灵大家庭内面迄款的平安甲喜乐。阮恳求主你继续帮助阮，互阮属灵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毋是亲像出外人来遮行一个。嘛，毋是亲像人客来即个所在拜访，阮是亲像家内的人，阮定居伫即个所在，认同伫属灵教会，三甲来领受主你所互阮基督做阮的头，阮互相扶持带导即个听的关系，愿圣神帮助阮，互阮将即款的身份勇敢来表达，通好享受。伫你的家内面，真实的平安。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